不能拿个锄头早上做到晚再回来，大概这样就没有办法过日子了。传统花农该怎么转型？种植虎头兰的邱武成显然有过一番思考。前面的部分，我们希望就像我们国画一样我们画画，还有我们书法一定有留白。那个留白的空间，就是让我们做一些创意的组合。传授着创意盆栽的插法，邱武成滔滔不绝，这都是他上网吸收资讯、参展、接受农委会训练累积来的。不藏私，希望同业也受惠。之前我们在种的时候，就是没有组合，就是照传统的，好，但是价钱卖的不好，而且也不漂亮，好经过老师这样组合过去之后，整个虎头兰的价值观整个都提升了。什么叫创造附加价值？非常明显的对比，这个是没有整理过的虎头兰，600、800买得到。那这个是有创意的、有造型的，所以就2500、3000，翻了好几倍了。对。而且作品同别人无共样。就这个作品跟别人不一样，一个作品同你无共样，很有创意，总有创意，对不对？对。自我提升找活路，其实是被逼出来的。邱武成的兰花外销韩国为主，遇到了经济泡沫化，订单一落千丈。如今的转型其实还有大野心。像我做这个起来的话，它连接到很多产业。第一个，盆栽产业；第二个，这个果树的产业也有了。好，另外像这些做手工艺品的产业，我们都连接在一起的。那一个作品里面大概可以加到好几个产业一起在连接，大家都有利润。一个花农的用心正在蓄积能量，从在地产业出发，找寻传统业者新的可能。也嘅作品同你无共样，都有创意。也嘅作品同你无共样，都有创意。